好，我看到呢，哎，我很喜欢这个材料，就是这个干辣椒。对，宫保。对，宫保。宫保。就大家就可以猜到，应该是这个宫保的这个料理啊。但是子俊呢，要跟客家的这个菜脯对做结合，就是我们的萝卜干啦。对，萝卜干这个菜脯要怎么挑啊，老师？菜脯其实菜脯我们就挑选一般市面上的普通的菜脯就好了。只是呢，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一定要走水、流水，让它的咸度降低。然后最好呢进去烤箱再稍微烤一下。那烤一下的时候，它的香气会被煸出来，对，才会更沉实出来。对，是这样子的。萝卜干的部分要做一个结合哈。好，那怎么做嘞？那我们今天使用的主食材呢，就是鸡肉。那我们要挑选鸡腿肉，它吃起来才不会太柴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先来做前置作业。我们先把这个鸡肉呢放到这个调理棒的这个机器里面，把它打成鸡肉泥。好，我们就把这个鸡肉泥呢，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好，那我们鸡肉泥打完了以后呢，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容器里面来，我们要进行这个调味的动作。那我们要加入的东西有客家萝卜，这个真的好像老萝卜哈，好像比较成年的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是香菇，把它剁成碎。然后也是干香菇，然后泡一点水之后把它剁碎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个东西就是红萝卜。那这个红萝卜比较特别，是我把它削下来这个皮呢，也把它充分利用到这个食材这个。所以这个皮也是要那个吗？它是可以吃的。对，这个也要烫过吗？不用，就是我就把它稍微剁一下。OK。对，把它加到我们的鸡肉泥里面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鸡蛋，先放适量，放它半颗的量。要开始来甩吗？然后给它一点太白粉。好，然后呢，就充分的搅拌。在搅拌的这个同时呢，一定要先注意，先把它充分搅拌，再来甩。对，不要一开始就急着甩。先把它这个食材全部揉成一团。最后我再加入这个香菜，提升它的这个风味。然后颜色上也会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漂亮。对。好，那我都没有加调味料，因为我待会要把它蒸熟以后呢，用我们的这个寿司有没有去把它煮到味道渗透进去，所以我这里就不加调味料了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鸡肉呢，把它卷起来。那形状呢，建议是这种长条形的，它在受热会比较平均一点。如果我们做成球状，有没有？它中心点的这个受热有没有，就会比较慢。对，外面已经熟了，可是里面却没有熟，所以我们会建议说是用长条形的这个，像那个热狗的形状了哈。对，那尽量把这个空气给打出来。对。然后就把它稍微包扎实一点。对，这样子拉的话，它的空气就会慢慢的被挤出来。好，那两侧呢，再把它稍微打个结。那待会我们在蒸的时候呢，才不会垮掉，才不会跑出来，因为它会膨胀嘛。膨胀的时候，它有机会往外跑。所以呢，我们透过这种保鲜膜的张力，把它给固定住。那最好呢，还是使用这个铝箔纸，有没有？再把它保护起来。就跟我们一般在做醉鸡的这个方式是有点类似的。对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去蒸笼把它蒸一下。那我们大约蒸2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做烹调。刚刚这里是没有调味的，它是原味的。那我们今天是用客家的这个元素，带入一点
就是川菜的这个宫保的宫保，对，它的两个结合，应该会有不错的一个滋味。好，那这里我们就把这个宫保的酱汁，宫保就是我们讲的宫保鸡丁的这个原本的寿司，把它全部倒过来，然后加入糖。放点宫保在里面，好出一点香香辣辣的这个滋味。这时候我们呈现一个稠状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鸡肉丢下来，去慢慢的煨煮，让它有味道。这个火呢，建议稍微小一点，不要太大，因为它的汁有没有？说到最后它没有汁的时候，就会变得太稠，甚至会反苦，因为它已经焦化了。所以我们基本上那个火都稍微控制在小火左右。OK。哦，难怪刚刚老师加了还不少的糖哈，就是要把它粘着到上面来。对，附着，那看起来它的卖相啊，跟它的味道其实附着度会比较好。好，那我们就缩汁缩到一个差不多已经没有几乎没有了，哎，榨不出油来了哦，榨不出汁来了。我把它切成3等份好了。那如果我们还保有一点汤汁的话，其实是可以把这个汤汁再淋一点上面，淋一点在上面，会有一点那个油的感觉。对，那让它里面的味道是可以吃起来，还有一点丰富性，淋在我们的这个寿司上面，对，也可以来画盘。这个宫保我们也可以稍微放一点，随着它的一个盘式上的一个丰富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蒜花生啊，我们也可以点缀一点在这个盘子上。宫保鸡丁嘛，它就是有点蒜花生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再点缀一点葱花。这葱是我们用刀子再切成细丝。对啊，怎么可以切得这么细呀？对，因为我做日本料理的，所以我们在日本料理的这个刀工的要求上会非常的严苛。好，我知道，非常的严苛哦。好，这是子俊呢，今天呢为大家带来2道呢非常精彩的这个料理哦。